各位傳道同工弟兄姊妹，你哋好。做門徒訓練對我哋嚟講咧都唔陌生，但係對於帶緊組或者做緊牧養嘅你嚟講，會唔會有時我哋做門徒訓練都好似做到行禮如儀嘅課程我哋開下組上下堂，但係有時我哋都會諗究竟弟兄姊妹吸收咗幾多，又或者我哋點樣衡量佢哋嘅生命嘅改變轉化？確實做門訓咧有好多嘅方法，但係重要嘅我哋要捉實門徒訓練佢嘅理念同埋佢嘅目的，就係我哋都好想弟兄姊妹咧能夠生命改變，效法基督，肖似基督。咁即係話，其實門訓唔係只係一個知識傳遞嘅過程，更加在乎嘅其實係我哋同主嘅關係點樣去深化，從而帶嚟我哋同自己嘅關係、同其他人嘅關係嗰一份嘅改變，生命嗰一種嘅呈現同流露。所以門徒訓練其實唔係首先關於我哋做啲乜嘢，而係首先關於我哋呢一個身份嘅重塑。我哋係因為耶穌基督而有呢一個門徒身份，即係話其實門徒訓練係一趟重塑我哋身份靈情嘅一個嘅過程。喺10月17號一個星期六，我哋好想邀請各位嘅傳道同工長執做緊導師組長嘅你哋，能夠嚟到中宣學院，我哋有一個關於轉化生命嘅門訓理念與實踐嘅工作坊，嚟到我哋好想一同去分享交流門訓嘅當中嘅工作理念同埋一啲實踐嘅可能方法。我哋特別好想邀請咧係教會能夠組隊嚟，因為門訓唔係只係一個人嘅事情，而係整個教會群體嘅事情。10月17號約定大家。